特别暗角头建议讲，人民关怀内地报道，你了解了人民现实的现状，主要来自社会结构的改变。大部分的人民都有工作过，也希望在过去起来，所以根本上穷下去看，社会福利机构样板来停手基调。我看到係台北萬里嘅人民重建中心，你為了普通嘅人民使用所多麼強作，因為基調唔單止為照顧人民嘅生活，更加開嚟包含住目上參與嘅多年嘅紀念考場，然後為才標橋嘅幸福記，係對每客人民嘅就業之後，提供人民就業與開始帶來新嘅問題，提醒人民做嚟重新轉到社會。強來看一條採訪報道。也大把球場吹2分半教室，大家人都動專心做呢小跳紅嘅事情，行家記到是有個流浪嘅人的。我想我完了。那时候是想我完蛋了，没亲人好依靠啊。所以亚东医院家属休息室，我就没有找过他们了嘛，一切都放弃了嘛。你不找他们吗？不找。绝对不找。也大把係特別人嘅人民重建中心，係人民結束流浪、重新轉到社會嘅終基站。60歲嘅邱信熙是啉酒啉到長酒鬼強弱，得到呢片過後對人兒有了興趣。呢下係重建中心嘅農耕辦組，酒早就冇限好啉咧。佢幾個人，他家我乖到壞嘅習慣我改掉。以前忙嚟啊，以前面啲嘛要練，啊嚟啊，我了解人嚟，仲喺同照過起嚟攞冇練嘅。用揮手率嘅球手演技同音樂，甚至很有信心才表達淡嘅每影圖片。無論係乜嘅演繹，放棄自家美麗快家庭嘅你，確實有嚟輕鬆生活嘅轉機。重建係多年嘅固定生活作息，自力健康，用愛到內為生有平等性和歸屬感。從生活重建，從他的家庭重建，從他的職場重建，甚至在他對他的未來一個信心的重建。本單曾係上草大諾鳳體界6年日，經過大家人嘅打拼，將瀟灑佢發展，甚至很多專業氣候規措3600嘅樹草兩天，洗菜兒打蠟、泡涼水就進入蠟燭，各種建議考場都靠5萬幾條。也改變了大家對人民係啲好定是唔係天堂嘅封閉印象，才能關照人民就業過後，行人輕鬆生活嘅過渡期係幸福期嘅任務。強力嘅是人方生活用品全部有，63年世界系統才重建中心完善的機會，簽到了填詞重改條路，才提2年級之前記住態度了片。至少讓我們不會煩惱說，比如說洗澡的問題，那當然是住宿的問題是最重要。一個歹習慣，咱可以調倒轉來。會想要啉燒酒，你嘛較袂想要去啉啊，因為慢慢啊，我生活作息攏正常啊。啊，人攏是會愈懸愈爬愈懸，是想要愈來愈好啦。下班過後轉到幸福記，還做啲掃描、看書、看報紙，建立老家庭強融嘅溫馨老生活作息，共帶就業過後初期嘅冇問題性。我們可以跟他規劃他的每個月薪水下來之後要怎麼樣的做管理，比如說多少要存下來，多少他才可以花用，因為他必須存到這筆錢之後，他才能自己到外面去租房子，然後才能過自己獨立的生活。
从重建中心到幸福街，和一条连贯嘅铺出现。为发挥被跳高短期收容政策和那好嘅效益，为进一步透过教育、鼓励老作伴，带起游民自家分担有嘅负年力、老生命原则，到是本自家放弃体嘅人生，重新go出发。客家新闻潘吉禄、毛小基特别报道。